啲舊樓嘅勘察、評估、設計嘅過程咧，花嘅時間同埋嗰個精神咧，其實遠比相應嘅新樓咧多以倍計嘅。保護古建築最好嘅方法咧，就係不單止修復呢個老建築，係要加入新嘅元素、新嘅功能，能夠令到呢個建築物活化嘅話咧，咁先至係可以延長呢建築物嘅壽命嘅。近年香港人對於文物保育日趨關注，而喺將舊建築物活化再利用嘅過程之中呢，結構工程師其實係扮演住相當重要嘅角色嘅。佢哋用各種嘅專業評估同計算，就係要設法將舊建築嘅結構提升至現今嘅標準，符合今日社會使用嘅需要。位於中半山衛城道嘅孫中山紀念館，就係其中一棟復修之後重新俾市民使用嘅歷史建築。佢嘅前身係商人何金堂嘅府邸金堂邸。建築署喺2004年嘅時候接手展開復修工作，有份參與復修工程嘅陳柏榮工程師對於文物保育就有特別深刻嘅體會啦。因為呢個物業咧最先嘅設計咧係一個私人嘅豪宅嚟嘅，咁改變成為一個博物館咧，當然作為一個工程師咧就要考慮一下現有建築物可唔可以承受改變用途之後嘅荷載咧咁樣。建築署咧做咗好多唔同方面嘅勘察嘅，個用意就係希望能夠攞到佢哋嘅物料嘅特性，咁作為一個以後喺結構方面評估嘅資料嘅。咁其實每一棟建築物咧，佢嘅營造方式都唔同嘅。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因應唔同嘅建築物咧，用唔同嘅方案去加固。最終希望目的咧就係加固完之後達到呢個目的嗰陣咧，亦都對建築物嘅破壞咧減到最少。咁呢個就係一個理想嚟嘅一個。為咗令大家更清楚喺舊建築復修嘅過程之中，工程師嘅各種考慮同所運用嘅技術，今集我哋就會去到位於灣仔茂羅街同埋巴路士街之間一組正進行活化工程嘅綠屋建築群嗰度睇下。由黃志明工程師為我哋講解一下呢一組建築群嘅結構，同埋佢哋點樣按樓宇嘅情況去設計加固工程。就而家目前呢一個咧，就係1915年已經建成㗎啦。咁差唔多有100年嘅歷史。咁佢個結構咧係基本上係承重牆咧係磚牆嘅結構，而樓板咧基本上都係木板嘅結構。咁將來因為活化之後咧就唔做住宅㗎啦。為咗保持將來一個比較靈活啲嘅用途咧，我哋首先要評估呢一間樓可唔可以承受到5000個柏斯加呢一個咁嘅荷載。咁我哋都揀咗一兩塊樓面咧，係做咗個實地嘅荷載嘅試驗。咁發覺咧，佢實際上而家可以承受嗰個荷載咧，其實係連就算目前住宅嘅要求都達唔到嘅。但係因為始終佢係好有特色，所以咧我哋咧就會保留翻呢一個木樓板嘅。咁但係因為本身唔夠咧，我哋喺木樓板以上面咧，我哋加多一個新嘅用鋼結構做嘅樓板。咁變咗，但係下邊睇咧，即係你任何地方睇翻個天花咧，都仍然係睇翻到木梁啊、木板啊咁樣。雖然嗰個已經係非結構嘅用途㗎啦，但係亦都係保留翻佢原來嘅風貌。咁磚牆方面咧，咁我哋又要睇下磚牆佢個承重力夠唔夠承載將來嘅用途啦。首先咧，我哋需要抽取磚嘅樣本去做抗壓嘅試驗，亦都要抽取磚與磚之間嘅砂漿，睇下英泥同埋沙兩者嘅成分比例。其實咧，呢個係整個磚牆嘅強度嘅決定性因素。綜合咗兩項測試嘅結果，顯示出英泥嘅成分咧，其實係遠較現時嘅規格為低嘅。雖然係咁，但係經過我哋詳細嘅評估後咧，得出嘅結果咧，整幅磚牆嘅強度仍然可以符合日後新用途嘅要求。除咗承重，磚牆仲要抵受得住風力先至安全，所以工程師需要以現代嘅標準評估佢嘅抗風力。
結果顯示呢一組嘅唐樓，因為佢每一棟嘅後欄，即係廚房同埋廁所嘅位置咧，都有磚牆圍住，能夠起到核心筒嘅作用，抵抗橫嚟嘅風力。但喺活化嘅工程之中，工程師往往係需要考慮到現代防火啊、無障礙通道等等嘅要求，並且盡量保持住樓宇嘅外觀，所以有時係需要作出取捨嘅。就好似今次嘅活化工程咁，喺唔影響到佢外觀嘅前提之下，係需要將後欄拆卸，以便騰出空間嚟加建升降機以及加大樓面面積。咁拆卸咗之後咧，就變咗剩翻一幅幅單嘅風力牆啦。所以當受橫向風力嘅時候咧，就會的而且確有個情況會好似骨牌咁倒落嚟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要為咗防止呢一件事發生咧，咁喺個 lift 度咧，我哋都會用翻一個即係核心筒嘅原理，即係用翻嗰個方式嘅結構，即係增加翻佢風力嗰個即係承載力啦。除咗樓板同埋牆身，地基其實都係一個重要嘅結構部分。咁綠屋嘅地基情況又係點嘅咧？呢度即係100幾年前咧，其實係海嚟嘅，咁所以呢一間樓咧。目前而家坐喺個地基度咧，就坐喺啲當年填出嚟嘅填土上面嘅。將來即係活化咗之後咧，我哋計算過咧，嗰個承載力啊，地基嘅承載力啊，其實係要比現在超過70%嘅。我哋睇過個泥質啦，睇過石層嘅深度啦，經過詳細嘅土壤嘅分析啦，同埋經過比較精密啲嘅計算咧，所以我哋最後咧就選擇咗用一個比較少用嘅灌漿嘅方法，灌一啲英泥漿入去咧，嚟到鞏固下邊個泥層。樓宇只要維修得妥善，其實係可以服務到好多代人，一直咁延續落去嘅。建築本身唔單止係硬邦邦嘅死物，更加係容納住我哋唔同時代生活嘅記錄，係屬於呢個城市嘅文化遺產。